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再次重申将注释113岁；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南希佩洛西女士荣获民主奖；达赖喇嘛尊者祝贺全球教师奖得主兰希吉迪塞尔；一名藏人妇女因在微信发文遭中国当局拘捕及非法虐待。斯镇洛桑桑格与加拿大影子外交大臣举行首次网络视讯会议。西藏领导人祝贺梅卡奇担任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负责人。美国召开有关西藏宗教自由与达赖喇嘛转世问题网络研讨会。瑞士国会支持西藏小组召开冬季会议，探讨未来计划。驻日本代表在东京参加世界人权日游行活动。驻布鲁塞尔代表出席感恩达赖喇嘛尊者网络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庆祝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1周年。达赖喇嘛尊者4大人生使命系列讲座活动圆满闭幕。下面请看详细内容。本周四，12月10号，在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601周年当天，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再次重申，为了600万西藏人民的福祉和愿望，将注释到113岁。顶上的谢谢。告诉人，就说这里是说军事局，那还是陆续，台个等于是话，我的同样的。最近我从一个小的视频，我可以看到西藏的一些现况。那藏人对我抱着极大的希望，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我们藏人的一个精神支柱，几乎可以说是我了。那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觉得我更要长久注视，我更要长寿，因为藏人的这个精神支柱是我。那第二，西藏的文化还有西藏的宗教，可以借由我达赖喇嘛的名义，做出一些重大的影响。那一开始，藏传的佛教或者是西藏的文化在这世界上并没有受到关注，可是我们来到印度之后，那因为我到世界各处去演说，所以在世界各处对藏传佛教尤其是西藏的文化产生了兴趣。所以愿我要出于这些的理由，基于这些上述的理由我也祈愿自己长寿。가도 게제 벤디다는是在第7世达赖喇嘛在世的时候就已经有的转世，也是一位学者。가도 게제曾经有预言说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可以活到113岁，曾经有做出这样一个预言。那我也如是的提起心力，为了西藏的广大群众，因为他们非常的相信我。西藏的佛教、西藏的文化，为了能够长久注释，如果我长寿的话，会跟西藏的教法的长久注释是有关联的这是我会去祈愿的内容，也希望你们能够如实的祈愿。但我自己也会努力，活到113岁应该没有底。与此同时，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女士于12月8号被美国国际民主协会授予2020年度民主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闻讯后，通过视讯向这位杰出的女性领导人表达了祝贺。达赖喇嘛尊者在录制的贺函视频中指出，他非常钦佩南希佩洛西女士对于真理和正义坚不可摧的信念，
以及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上的大力支持。此外，达赖喇嘛尊者于近日致函祝贺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西兰吉迪塞尔先生荣获2020年的全球教师奖。达赖喇嘛尊者在称赞迪塞尔先生做出的杰出贡献的同时，强调他为世界展示了实践慈悲心的例子。另外，根据西藏境内的消息，西藏安多赤嘎县青海贵德县藏人妇女才让错遭中共当局指控在微信朋友圈发布所谓涉吻信息，于11月12号在西宁的家中被当局拘捕，随后遭处行证拘留10天，并被处罚1000元人民币的罚款。据悉，才让错在拘押期间遭受到了当地警方的非法虐待和不人道的审讯。2017年，才让错因主张藏人申请护照的权利而遭玉树州公安局关押审问，并遭到时任玉树州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长江嘎残暴殴打致重伤。此外，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于上周五12月4号与加拿大联邦保守党新任领导人艾伦·奥图尔及加拿大引自外交大臣朱文浩等召开首次视讯会议，探讨西藏问题。在会议期间，司政洛萨桑格向加拿大引自外交大臣庄文浩先生简要介绍了西藏境内的局势，并呼吁庄文浩先生支持今年加拿大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通过的有关中国人权状况的议案。庄文浩先生承诺，无论在野或执政，将公开会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同时，他认为西藏和东突厥斯坦面临的是中国种族灭绝政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朱次仁及丹增康萨等陪同司政洛萨桑格出席了当天的会议。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代表欧朱次仁于本周三12月9号在华盛顿会见了即将卸任的美国国会议员本麦克亚当，并感谢他长期以来对西藏自由事业的坚定支持。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和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丘奈于本周三12月9号相续致函，祝贺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先生被任命为欧安组织民主制度与人权办公室新任负责人。此外，美国常驻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于上周五12月4号主办了一场有关西藏的宗教自由和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为主题的网络研讨会。这场讲座活动由美国常驻日内瓦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安德鲁·布伦贝格先生主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萨桑格、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及美国新任西藏问题特别协调员罗伯特·德斯托勒先生、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萨姆·布朗贝克和国际西藏运动外联主任丹增曲加女士相续在网络研讨会上发言。与会政要纷纷谴责中国政府干涉藏传佛教领袖选任和达赖喇嘛尊者转世问题，并讨论了中共当局在西藏境内实践的残暴政策，以及剥夺藏人宗教自由，以及剥夺藏人行使宗教信仰等基本权利的情况。另外，瑞士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于本周一12月7号在伯尔尼冬季会议讨论了包括瑞士对华外交战略及一系列有关西藏局势的问题。与会的瑞士议员们保证将继续支持藏人的自由斗争，并为西藏境内逐渐恶化的人权状况发声。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齐美仁增、西藏人民议会欧洲区议员蒋巴桑卓次仁、瑞士西藏友好协会主席托马斯·布希利等参加了会议。此外，上周六12月5号，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在日本东京参加了由自由西藏学生运动日本分部、南蒙古、维吾尔、香港和台湾等非政府团体为纪念世界人权日而共同组织的和平游行活动。当天，出席活动的各界人士在东京市建草寺附近高举标语和旗帜，并呼喊口号，呼吁结束中共在西藏、南蒙古、
东突厥斯丹和香港压制自由与人权的政策。参加游行活动的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茨旺加布阿如亚博士指出，中国声称为西藏带来发展和幸福，但这只是对外的宣传政策。实际上，中共仍然拒绝联合国代表团、各国外交官和记者自由访问西藏。与此同时，总部设立在比利时的谢珠登叶岭佛教中心于本周三12月9号在比利时举办了感恩达赖喇嘛尊者年网络研讨会。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代表扎西平措应邀出席研讨会，并在发表讲话时提醒人们铭记达赖喇嘛尊者为西藏乃至世界和平做出的贡献。网络研讨会由该中心的负责人次丹平措仁波切主持，达兰萨拉朗杰寺堪布冲托仁波切、格西密托仁波切、格西江巴绕登和格西达瓦桑波等出席了研讨会。另外，在12月10号世界人权日以及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31周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举办庆祝活动，纪念了这一殊胜之日。由于源自中国武汉的2019新冠病毒疫情持续肆虐世界各国，为遵守印度政府的防疫法令，今年的庆祝活动以小规模及网络直播的方式举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代理人、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玉托伽玛格列，主要嘉宾达兰萨拉印藏友好协会主席阿杰特库马尔尼赫里亚，各部门部长，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求乃为首的常务委员会委员，各独立部门的负责人及秘书长等超过50名相关人士出席了庆典活动。司政代理人、宗教与文化部部长玉托伽玛格列、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白马求乃在庆典活动上相续宣读噶夏和西藏人民议会的声明。主要嘉宾达兰萨拉印藏友好协会主席阿杰特库马尔尼赫里亚也应邀发表讲话，着重谈到了达赖喇嘛尊者荣获诺贝尔和平奖对于西藏和印度人民的意义，并感谢尊者在世界各地传播印度的和平与非暴力理念。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从上周四开始举办的达赖喇嘛尊者4大人生使命视讯序列讲座活动，于昨天12月10号圆满结束。在为期1周的视讯讲座活动上，包括藏传佛教各教派的高僧大德、藏人行政中央的领导人、世界各国著名的佛教学者、专家和佛教团体的代表，以及华人学者和支持西藏人士在内的120位来自19个不同国家的演讲者，以15种语言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活动最后一天，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在总结这次活动时，感谢各界嘉宾和广大观众的支持，并呼吁民众铭记和实践达赖喇嘛尊者的4大人生使命。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